Hello，大家好，歡迎收看玉兄弟。咁啊，尋日去咗大陸啦，順便睇到電影版嘅《尋秦記》啦。呢度《尋秦記》咧可以話情懷滿分啊！哇，即係周不時咧就翻映一啲咧 TVB 時代嗰套咧電視版嘅《尋秦記》嘅一啲畫面，令到你咧充滿即係兒時回憶嘅。咁呢一點我真係加分，但係亦都因為咁啦，搞到成套電影啊好重 TVB 味啊，有啲搞笑啊！咁就佢除咗情懷之外啦，咁佢嗰啲追逐打戲啦都幾緊湊嘅。但係咧，佢成套戲啦有70%嘅時間咧喺度追逐咧，我覺得有少少嚴。咁就我覺得咧要加翻啲宏大啲嘅場面去cover 翻會好啲咯。不過可惜佢真係好大嗰啲宏偉嘅場面咧，佢又冇啊，可能經費問題啦。咁啊，如果真係再拍多次電影版 Part 2咧，我覺得就應該加翻少少啲場面冇啲。但係咧情懷又好，成套戲嘅流暢度又好，其實咧我都覺得幾高評價嘅。呢方面啦，整體嘅可觀性啦，我俾7分，再加1分嘅情懷分，即係8分，唔錯啊，值得一看。但係咧個劇情咧就爛到阿媽認到，即係嗰個反派咧苗條偉嘅反派啦，飾演嘅反派大佬啦，佢走去穿越一個秦朝嘅目的咧，就係想做秦朝皇帝。但係佢做一個皇帝嘅目的咧，竟然話想補償翻個女喎！哇！我拗晒頭。喂，你做皇帝係皇帝啦，你為嘅係自己野心嘅啫嘛，應該你做咩事你話補償個女，兩者有任何關係嘅咩？我真係拗晒頭，我屌真係爛撚到一個理由真係唔係啊，同埋好腦殘咯！打得嗰幾條友就諗住殺懟冧嬴政，然之後取而代之揾個即係唔知乜嘢高科技扮嗰個人嘅樣，然之後咧再複製埋個聲，就當自己係千古一帝啦即係萬一嚿嘢冇電腦，唔知你點算係咪先？你都不如咧穿越一笪比較可行嘅地方咩可行嘅地方？即係容易造反嘅地方就喺嗰度咧分配一啲糧食嘅種子特別係高產作物嘅種子紅薯玉米嗰啲養肥班人又派發一啲咧值得信任嘅人嘅一啲咧現代武裝過去，咁喺嗰度養兵，順便造反，學陳勝吳廣咁樣俾佢哋早一步造反，咁樣直接攻入咸陽，咁仲好啦，係咪先？你咁樣狸貓換太子換得幾耐啦，係咪先？你又冇佢嗰啲記憶，日常生活咁樣有好多人一定會察覺有啲可疑噶嘛，係咪先？總言之，成套戲咧，我覺得就漏